奇形怪跡嚟講，呢個真係世界級啦！竟然仲有識可以難得到師兄咩？唉，怪跡嘅手法真係層出不窮啦！俾我睇下，如果我睇得多啲，可能會進步快啲噶嘛。咁點執啊？今次逃出蝸居嘅單位位於牛池灣嘅居屋屋苑，受面積386平方尺，2房1廳，屋唔算大，但有一條超長走廊，經過廚房、廁所先到客廳，加埋對眼鏡房，認真棘手。室內設計師 Jacko 認為有限制先有挑戰，既然間隔改唔到，就用其他設計方法解決啦。唉，出奇怪跡嗰啲人真係咧。換個角度睇，對設計師嚟講都係一個考驗嚟嘅。但係條走廊真係長得滯喎，差唔多可以打保齡球喎。又真係長得滯喎，問題要逐個解決，解決咗條走廊先。因為廚房同廁所唔可以改位呢一個限制啦，咁我哋就喺廚房就拆咗佢對門，咁啊開放翻廚房嘅空間啦。咁我哋亦都考慮到儲物空間呢個問題，咁我哋就喺走廊嘅玄關位置就做咗組櫃，就延伸到去客廳嘅位啦。咁就豐富翻走廊嗰個功能性嘅。估唔到長走廊都有得執喎。唉，設計師係越強越強㗎。問題又嚟啦，單位咧有個眼鏡房㗎，有冇得搞咧？唔緊要，設計師除咗解決問題之外，就係要活用缺點啊嘛。我哋喺眼鏡房嗰度個門嗰度做咗隱藏門嘅設計啦，咁令到望落去個感覺咧就可以將客飯廳歸一翻啦。咁另外咧，屋主係需要一個工作嘅空間啦，咁所以我哋喺梳化對住嘅位置咧就做咗張工作台俾佢。咁佢喺工作台嗰度放一部電腦啦，咁佢休息嘅時間咧就可以將條線駁落個 mon 度睇電視啦。間隔冇得變都有對策嘅，借用單位本身嘅缺陷嚟幫助設計，再靈活運用人對空間感嘅錯覺，問題就迎刃而解啦。